書焦點速遞。好多人話藝術家脾氣好難捉摸，咁唔知女藝術家出發旅行有幾多估佢唔到呢？推山長水遠去到塔斯曼尼亞，竟然係為咗當地嘅麵粉。究竟澳洲嘅麵粉係高筋、低筋定係少筋條筋？推會炮製咩嘅菜式？今晚8點，美女廚神餵食遊，睇下呢位藝術家諗乜嘢。今晚9點半，明珠絕色萬里翱翔。我哋最熟悉嘅中國同日本，究竟喺雀鳥眼中係點樣嘅世界？另外，今集亦都會飛去澳洲，喺世界中心呼吸自由嘅空氣。今晚睇明珠台，唔單止有口福，仲可以大飽眼福啊！老店被淘汰，屋邨30年玩具文具店結業，齊來尋寶，懷緬兒時歲月。高血壓有兒童